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6月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约伯记38章22节到38节，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理的神。约伯伫咧拄着灾难了后，一直咧思考家己的性命甲上帝的关系。伫伊的朋友侪错误的论点，以及这个责备之下，伊伫迄个中间感受到迷失啦，甚至呢埋怨上帝啦，伫这两讲的经文的中间，咱看见到上帝对约伯所讲的话。上帝提醒伊，什么人才是创造天地的主宰？上帝搁一摆对约伯来讲，你捌入去过蛇的库房，见过冰雹的仓库吗？我藏这的物件，通好伫降灾甲战争的日来使用。你去到过日头出来的所在，或者是去东方吹出来的所在吗？什么人为着大雨乌骨乌水道？什么人为着雷公死若开路？什么人降雨伫无人徛起的所在？伫人真少的荒芜野地？什么人灌压打扫的地，互土地通生出青草？雨有流白吗？露水是什么人生呢？什么人是冰的老母呢？天顶的霜是什么人生呢？什么人雨水亲像石头共款来沉淀呢？互海面结做冰呢？你将这的星绑做伙吗？你会通透开这的星的大吗？你会当照规则来领导这的星吗？你会当引带大小的北斗星吗？你敢知影天体安怎山顶动的定律？你会通决定地上的自然法律？你会当用云彩来发命令吗？你会当予大雨拼落来吗？你敢会当用四若发出命令，伊会到你的面前来讲随时听候？什么人甲这个猪肉、鸟、尼罗河当时水会中？通知这的加工什么时会落雨？什么人有智慧去算数这的云彩？什么人会当拼倒云彩，互雨水降落？什么人互土地定亲像土角？什么人互土地连做伙？上帝用伊的神来创造、来管理这个宇宙甲这个世界，但是人总是袂记这项代志，并且真过分要求，因为袂记上帝才是迄个创造者。
约伯伊失去一切，伊的思想可能是怎会可能安尼呢？也就是讲，这种代志怎会发生伫我的身上呢？我是遮尔啊敬虔。这个疑问也是伊的朋友所咧思考的方向。现代人嘛常常会安尼咧思考，但是真理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伊要赏赐、要收回，拢在伫上帝的手中。更较重要的是，人应该爱顺服上帝，接受上帝所有的安排。就亲像耶稣基督伫克西马尼的祈祷讲：“爸啊，请将这个杯刷走，但是毋是顺我的意，是顺你的意。”咱提到着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记载，虽然亚伯拉罕100岁才得到囝，但是这不但无容易啦吼，但是对人的角度来讲，能力来讲，真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但是上帝却予伊这个100岁得到的囝的亚伯拉罕来献伊的后生以撒予上帝。经文的记载，亚伯拉罕完全无有质疑，无有反抗，只有恬恬来准备要来顺服上帝之意。就要将以撒来献予上帝。其实，上帝意思并毋是要来夺走，上帝所要爱滴的是人的心，甘心乐意的奉献，顺服圣神的引带。耶稣基督有言要赏赐保惠师这个为助者，予所有跟对伊的人。的时，伊安尼讲：恁若听我，就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祈求爸，伊就赏赐恁另外一个为助者，永远通甲恁同在。伊就是真理的神，世间人无法度接受伊，因为因看袂到，也毋捌伊，但是恁认捌伊。因为伊伫恁的生命中间常常甲恁同在，圣神的工作就亲像上帝的声对约伯讲话同款，目的是要互咱明白上帝的真理，因为伊就是真理的神，互咱明白上帝真理的教导，帮助咱遵守主的诫命，会通领受上帝的恩典。就算是咱失去一切，家己认为真宝贵的代志，因为咱领受着真理的神，基督耶稣就内住伫咱的生命内底。上帝也伫咱的内面，甲咱同在，这是永远的应允。因为主耶稣基督讲：“我的爸的生命里，爸伫我的生命里，你毋信吗？”我对恁讲的话，毋是出自我家己，乃是我的生命内底的爸亲自做伊的工。恁着爱信我，我伫爸的生命内底，爸伫我的生命内面。如果毋信的话，就要因为我的工作来信我。这是出自约翰福音14章第10节到11节。真理的神是要叫咱记得主耶稣基督的教导，遵守上帝的诫命，活出基督的模样，见证上帝的同在。主耶稣基督安尼应允门徒，伊嘛相款来将这个应允赏赐予咱。伊讲：“我心中甲恁讲，信我的人会做我所做的事。”甚至要做较大，因为我到爸遐去，恁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一定会成全。
为着要互爸会用遥借着囝显示出来。恁奉我的名，无论我求什么，我一定会成全。因为上帝找真理的神，甲咱同在，就必定保守、看顾、祝福，并且帮助咱度过艰难，赢过苦难。诗篇第8篇，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你的威严普及全地，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，对囡仔到婴仔的嘴唱出来。你起做要塞，封闭对敌，要消灭对敌，消除冤仇。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，你所安排的月亮、星星啊，人算什么？你遐尼关心；世间人算什么？你遐尼照顾。你互伊比天使小看较低。你赏赐阳光尊贵做花冠，互伊伫。你指派伊管理亲手所创造的万物，你互伊有权柄支配一切，一切的牛甲羊，山野的走兽，空中的飞鸟，海洋的鱼类甲活物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你的威严普及全地。感谢上帝赏赐予阮真理的神，内住伫阮的生命内面，诚做阮的帮赞，赏赐平安予阮。求主帮助阮记得你的启示甲教导，予阮会通遵行你的旨意甲主同行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